故乡，来，老师开头。 几间厝，用砖仔空，看起来亮光亮光。小娟，好，看起来好，亮光几间厝亮光，看起来亮光亮光。这只是暖身呢，我觉得。对啊而且我们以前唱都直接唱亮光亮光啊。对，很早就变成这样改的。好，看起来亮光亮光，什么是正确的？哎，小郑。麻烦小郑。应该是看起来普通普通。哦，很好哦。 你唱歌嘛是普通普通，这样瓜哥会生气。瓜哥也没有唱得好啊。时常出现我的梦中，迄就是我的故乡。住一间鬼，真正恐怖，身躯拢浮伫半空中。好恐怖，7月才刚过哎。对啊。住了一顶鬼，真正恐怖，身躯浮伫半空中。哦，好，谁知道正轻确？松玩。大一顶人实在善良，面上拢挂着笑容。哎，在戏爷当中也是酸姐开两曲。拍谁啦？拍谁？当吉他手好。我比较会弹吉他，我比较不会唱歌。我一顶人真正善良，面上拢带着笑容。安分守己，思量感伤，迄就是我的故乡。暗时啊，庙口听大人放风，一讲日本时代伊上爱用，伊无唱着老人的秋风，迄就是我的故乡。好，白云大哥。一博唱着老人的秋风，什么那个意思？是外故乡。老人的秋老人的秋风是有一个首歌吗？啊，这首歌有，什么有？秋风啊，就是我们高凌风啊，对，高大哥，高大哥唱的。对，等一下，白云，那你为什么按错呢？啊，为什么姨婆说比赛唱老人的秋风，喜欢说比赛因为这个以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来讲的话，哈，你若唱故乡，那唱老人的秋风，哎，唔对。其实我唱一下正确版的，互恁听看卖。好来，好来，预备，睇。伊无唱着望春风，迄落，后边迄句。我错的是这一句，我要改这一句。好，接下来继续来，白云得1分。1 2 3 4，有几间厝，用砖仔空，看起来普通普通，总有一日我的心中，倒转去我的故乡。暗时啊，庙口看老人中风。言情书。暗时啊，你庙口看老人中风，太残忍了。哎，方哥，这个歌词这样改的也蛮贴切的哦。有当时你来讲天气伤寒，啥真正庙口的老人会中风啊。我们一起看过贺一航大哥中风了，我没有看过。颜面神经受伤而已。好，刚刚这个言行书啊，言行书。按下庙口听大人碰风。哎，好，正确的得1分。来。一讲日本时代伊上该用，伊无唱着望春风，伊就是我的故乡。有几间厝，用砖仔讲，看起来普通普通，总有一日我会破功，要死拢我的故乡。语文。好，中午几日我会破功，家死全部故乡。哇，好惨。语文来唱一下。是我吗？是你啊！语文你有来哦？啊，你不讲哦，我有奇怪，旁边不知道坐谁，我搞不清楚哎。最后一句他终于出来了，来，因为
为我台语讲的不好，我们听得出来啊，但是你还是要唱。他不止台语不好，他唱歌也很恐怖哎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爱丽丝，你太了解他了。不信讲唱一遍哦。你唱唱看。总有一天你会经过。我还没开嗓，好不好？我开嗓后不是这样子的，好不好？高大哥，他要怎么样才能开嗓？你要怎么开嗓？我拍戏拍到早上8点，然后12点起来上通告，我还没开嗓。我开嗓后不是这样子。你开嗓前要不要先发音练习一下？要不要？啊，不是，我还没唱。好，来，开嗓了哈。该啊，我我的情歌要回去我的故乡。有进步，是，认真对，唱几。10年来有进步一点。